Hello， 大家好，我是郭本，歡迎收看《福氣來咯》。近屆台灣社會經濟環境算唔會差，可是近屆也算困難想象哦，真是有人會因為經濟問題無法度好好來讀書受教育。假使講真是遇到一個問題的時節，我哋後生朋友用樣辦的方式可以來處理呢？今日我哋就來邀請我哋的老朋友美濃博士學人協會的秘書長顧景松先生來同我哋分享。今日係樣辦聽書我哋的後生朋友來解決一個問題哦，繼續來分享我哋的老朋友。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美濃博士學人協會秘書長顧景松。歡迎秘書長來到我哋節目地位秘書長，因為前面的時間有講到因為近屆經濟環境說唔會差，其實從我來講，我哋也困難想象到真是有人會因為安尼無法度好好來受到一個教育，但係唔能有看到一個問題，甚至如果唔能還想出一個計劃，很多思維的計劃，可以同大家來好好分享一下，唔能一個思維的計劃係樣辦來嘅，地步要樣辦去執行來聽書我哋後生朋友。應該講97年有個台灣地區遇到一個金融風暴，有雷曼兄弟的問題哈。哦。一個金融風暴係嚟之後經過底下9000人店的一個我哋股票，一下差不多1-2年存4000人店。所以第一個經濟問題繼續影響我哋幾多家庭，幾多生意呢？吼，底下無法度註冊，因為爸爸媽媽失業無投入，所以一個錢無法度不願意註冊。所以我哋睇好地方係發現到一個情形幾多，所以呢97年底啊，有一個情形底啊，98年我哋做美濃博士學人協會嘅理監事，他個人捐錢2萬3萬，他個成立一個思維計劃，最主要目的我哋要叫家鄉嘅肢體幾多無法度註冊嘅吼，從太專生到太學嘅無法度去讀書啲啊，冇錢啲啊，也冇小學係嚟去做事情，我哋希望大家。唔好因為一個冇錢做得冇讀書，所以我哋成立一個採樣計劃安尼。嗰種講其實一個計劃最主要嘅資金嘅來源係唔能協會地部嘅成員，大家建出來嘅，有成立一個專門嘅賬戶去保存佢，幫佢運用安尼。好，一個如果係一個大水缸嘅一個定律啦，哈，就是說我哋博協會來建8個灣鎮，講錄起來吼，咁啊後邊我哋美濃嘅嗰度離別嘅同鄉嘅頭價。學員會給5萬、10萬、20萬，最主要我哋係一個鄉親，愛美公司的親，總經理董事長，伊也一路下來一件咧500萬的元。哦，成立我哋一個思維計劃嘅基金。我特蠻多呢因為頭頭也有講到嘛，喺本嘅後生朋友，尤其係太專太好嘅有個部分，可以幫佢哋去讀書，唔是去這條路安尼。其實也唔係講這條路唔好啦，可是但係佢哋有一個想法，自家想去讀書，救急不救窮嘅觀念啦，幫佢哋可以去。唔過唔能按樣辦去交本一條嘅遇到困難嘅後生朋友。我最主要目的當時就希望提個生意嚟，就家庭父母愛事業。第二講弱勢的家庭嘅生意嚟，沿生意嚟生產啲啊，我哋就會有一個機制，我哋生產也會審查一個有計劃，也會讀書計劃，所以我會講。我哋先加錢加意，我要跟生意嚟講，說一個錢降底下吼，唔係講50千萬咯，唔係到20年、30年後，人工作唔講結婚，生意嚟講出來，係要含錢。以前人家借多錢，就得萬古嚟多錢啦咧。就像我哋更加講嘅，跟銀行嘅助學貸款用，尤其上美行有冇加錢本意啦你？有嘅發財金嘅觀念。我哋冇利息的哦。我哋就講喺度人加20萬，30年後、40年後，你就還20萬就好嘅。一整年1000、2000、3000都唔怕呀。固定唔係講當時一天可以馬上都1年之內全部還，然後天天嘅還也做得，就係觀念係相同嘅。一個情形係都要考慮哦，因為嗰度生意生意啲無法度去做讀書啲，就大部分嘅家庭就一般都父母離異，冇就過身，阿公阿媽在帶。我阿公阿媽伊啲錢一整年伊3-4千元、5千元，伊有註冊一下5萬元幣咯。所以當時我哋就希望生意講，最多讀到大學畢業，人講要大學畢業，唔就做得去謀生，就唔是一個人加錢，按佢讀書啲啊。阿公阿媽其實老實講嘅都60歲、70歲嗬，喺度在做研究所，冇一個
人工嘅5個名唔好講，遐先去讀研究所博士班樣嚟過來做事安尼。太後邊也就是下伊安尼做人嘅就業安尼做事情安尼。對新人來講吼，安尼不伊嘅感覺就是講，也個是救濟。那相當於個問題哦，假使講，申請嘅時節，個金額用萬去看，申請嘅時節可以自家寫嗎？也係講能夠看其他嘅註冊單，講安尼註冊單也有會寫咩？一般來私立學校安尼就加5萬，一學期加5萬，安尼結業太後就加3萬。好，國中這邊好新年有個多呢，公幼私立就私立咧就加3萬安尼。你能不能談談那個沙費嘅變化？就更加假使講有通貨膨脹啦，學雜費漲了有冇？你能不能談談那安尼去調整嗎？反而見變得過少，有冇？見嗰度私立學校吼，全部調整得成給你學校嘅錢相同，嗰度補助嘅個見公幼私立新年補助嘅錢過多，所以變得嚟講吼，差唔多。像係件地保就差唔多5萬元就最多。嗰度新年咧，更加沙費福利也越來越好呀。所以係其實97年開始，98年開始啲啊，但就公幼私啲啊就真係過多，慢慢嚟見發現見個少，一個金額唔是太高啊，唔可以講佢高。但係有個計劃出行開始，都更加有那度嘅可能後生朋友吼，主動嚟幫助有本秘書長，自家影響過層咩冇？影響過層咩？有98年替嘅感恩家前嘅你講細妹吼，一個副同學吼，7年後啲啊，我第一個講唔是安做，而家講係最感動嘅就講，7年後伊講伊目前生活伊都做得咧。而家送俾價錢，萬銀人啲啊吼，只價格5000元利息。佢自家算呢？所以意思講伊安尼有一個能力安尼。地保嗰度生意吼，譬如加到第3年、第4年啲啊，伊感覺有能力做得嚟有價講，因為學講有都在打工嘅錢，伊講安尼做得本一個資源吼，安尼講資源有限咩，用到刀口上，所以變咗伊個伊就冇成長安尼。所以嗰度生意你哋。中間啲啊過程有幫人講過，而係用到需要用到，樣真係樣會有用；係冇用到啊，如果想到講伊安尼成長嘅4年、3年安尼就做得咧。嗰個講技能其實自己也係有想法嘅，有獨立的思考的精神安尼啦吼。唔過啊，韓堂都講5年咧，有個計劃特別係咧，過貼喺咧貼點咧講5年出就係對學生嘅，對人哋咧後生朋友冇見過技能家長嘅哦。因為老實講啦。我哋家做工作室嘅家庭吼，也爸爸媽媽留了以後，會食托嘅吼，會啉酒嘅吼，喺度5萬元畢業後，伊唔會拿本生意嚟做產。所以我哋當時嘅想法就係，係會跟生意講哪一種字，哪一種字，有下一名嘅，價錢差啲。如此就大嘅契約嘅呀。你變數咗，你當時睇規劃一個施工計劃嘅時節，就有想到講，有可能係因為家長嘅影響，可能無法都好拿到一個經濟嘅補助嘛。你如果規劃到一個部分咧，啲人有觀察到，有個新人咧吼，就係家庭原生家庭有一個問題吼，比如講有家長會食土嘅，唔再拿多錢俾，想到會去買土嚟食，伊唔會負責嘅，有啲還會做啥？會賭博。好，所以我當時想到就希望講，新人錢交本。因為人家人講要先加咩，你有一個情形，你加好誒，你到時咧，你都唔會做細啲啊，你規律啲啊，你要想嗰個，以前人間一個東西加得多錢，一起個了解，所以我哋從一個錢都冇經過家長，全部本生意嚟去加。嗰時候講你頭都講一個例子出來吼，佢7年1到2年之後，佢都自家去辦咧啊。有你冇辦過嘅冇？一個社線行係開始啲啊上啲啊，老實講啦，一些年嚟講，一成長過程的地位，唔多唔從你後生人就低啊，唔會變入去啊，如果貼嘅唔會有稅務嘅，如果間加錢啲啊，如果還本金同利息啦嗬，因為壓力佢大，所以我嗰做以前要上到咗，唔喺度加一條錢，我唔會20年以內唔會跟伊講一個事情。希望唔成長好嘅吼，唔感覺要看喺度兩日成長，係馬上出一個情形，有可能7上8上，可能第二多時間冇可能會完，有可能。係意思講一個人講嘅，就講你讓這個希望本唔變咩，人搞人他家己捐錢出來本有個責任，喺度人有事業有成，唔會想到以前跟你加錢，你喺做得貴啊好就最好。所以我會跟新人講一個講。
迄陣的人家事業有成的哈，迄陣一張嘢2000、3000歸來，變成一個大水缸，迄本人還做在用。我說講，更加有個水缸吼，地部的水含幾多嘛？俺底下來，俺目前來講，加40億的生意呢，俺用了365萬，佢目前還有200多萬，對水缸底部還有200多萬。那也希望俺哋沙菲嘅經濟環境好，供應越來越好，需要嘅人越來越少。俺就想到咧，有個計劃補助嘅啊，係像美濃一邊嘅後生人，還係講其他地區嘅後生朋友也可以收到一個幫助呢。跟最近講快些，因為吼俺他個講嘅，迄種是家鄉嘅，他今日出來錢吼，迄種咯，每一個鄉鎮地部再來也好，一個本金本唔拉敗，所以俺哋希望講一個情形就講，下邊俺要講一個自己的家鄉自己愛，所以一個問題就無法度講喺啲家鄉，像我有談過到家長有講，其實呢吼都無獎學金，都無一個情形，俺哋美濃有按多，所以我感覺就一個俺哋家鄉嘅，俺哋所以講總批他家出錢來出力嚟啦，所以就真是無法度講伊，譬如他家提供另外地方安尼。不是講談到鴉片哦，談到鴉只，我是他只有一句話好講啦嚇，做美濃人真幸福嘅。我因他家單人美濃係，也係一啲方式呢吼。哇，觀眾朋友，係咪我哋美濃後生朋友真是怪幸福呢？有按多一種批號提上校提支持佢哋，唔過除了按呢，今日還有用辦嘅方式來鼓勵佢哋嘅後生朋友繼續來讀書呢。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我跟秘書長有講到，佢哋用辦聽說佢哋美濃嘅後生子弟來解決講太轉太好時節遇到嘅經濟困難嘅問題。但係假使講，人哋更加係想要繼續來讀書，用用辦嘅方式，可以繼續來聽說人哋美濃嘅後生朋友呢，繼續來請教一下秘書長咯。秘書長，你從頭到有講嘅一個師傅嘅計劃嘛，佢哋聽說嘅係太轉太好嘅一段時期，其他見到結束之後，即係想辦法去識條路啦，可以賺錢。假使講，真是人哋已經有識條路，也有一個想法，還可以去繼續來讀書。唔過真是很差一些些的幫助嘅時節，原來有樣辦嘅計劃，有一個樣辦嘅方式，可以來聽說後生朋友嘛。因為拄到107年底啊，我哋感覺啲啊，就細年嘅嗰時候出去，感覺也經驗啊，嗰時候你出去讀書咩？所以我感覺有個鼓勵細年出去讀書啊，吼，對細年來講，伊個視野會規大，因為我做乜嚟想，睇個吼，以前我沒有講我哋咧閱讀種子獎嘛，細年嚟帶人出去台北看看啊啲，嗰度1/3嘅細年冇出來，某一鄉鎮出去看過，聽嘢一個計劃就是說。以前我會帶俺細年小朋友，我哋會韓國比賽，就人講嘅就講人哋錦標賽用嘅。細年咧，我哋底下有美濃幾個細年咧，去韓國比賽友誼賽係嚟吼，歸來台灣底下我哋拿到U12嘅結束。伊底下面對一般人嘅人咧，一球嘅底下，伊家講一句話，唔會講啊，一個唔會講，因為出去比賽過嘅。所以種種的原因之下，我哋想到咧107年底，拄到我哋一個總政府拿到又給一個325萬的錢，幫我哋補下去。但係我哋想講，細年出去台北出國，對人來講可能會有個幫助。所以我哋有感覺，明年我哋想資助兩個細年嘅吼，出去美國讀書、碩士、博士。所以一個情形就我哋下來嘅。最頭開始嘅初步的想法規劃係安尼嘅。唔過秘書長頭都講嘅拿到，佢怎麼嘅會揀出來？佢係美濃人嗎？伊美濃人當然美濃人啦。伊揀啲錢啲啊，我想講，伊用伊拿到嘅過程係嚟咪吼？我想對他個人了解，對伊嘅一個懷念，所以我要揀一條錢嚟當做我哋出嘅生意。對所有我哋希望我哋美濃博士可以入面嘛吼，我能夠支持一些嘛講我鼓勵我哋生意出去看。看起來樣古的家鄉聽書啊！嗰時候講，今年利用一個培力出去，在過來之後，原來有希望到講，今年會可以出麥嘅力，也係講做什麼樣子的回饋嘛？
最主要生意呢，俺哋讀個讀書多啲，俺哋地邊同不過都教書咪吼。開始生意呢，吼，俺媽唔敢講，讀迄個我樣嘅過來。俺會生意係會計劃喺面結，或者研結、特結，研喺啲地邊做，做嘅係有我最好啊吼，讓過來台灣嘅聽書。所以俺一般來講，俺哋出去嘅嗰度就化學啦、土木啦、天氣啦、機械材料，好，所以一個生意嘅人對人來講，係感覺養分。我嘅過好，就唔講頭多，俺哋談到大棒球樣嘅，唔講到波多黎各做乜會養米嘅，人全部生意嘅人去米嘅大聯盟大嘅人，鼓勵比賽啲啊貴，人啲結價嚟參加比賽啊吼，一陣按你嚟講哦，即生意嘅人出去，希望像喺波多黎各裏邊，那會養人米嘅人都冇可能啊，所以我感覺有個東西就講，人出去嘅養分過多嘅，鼓勵就會個好能量。所以我哋邊一直喺上海有講過，伊在諾貝爾獎的那個大師的之下做研究，他的視野就不一樣了。佢繼續喺個做研究，佢有乜個設定的目標，會同人講分享嗎？會啊，像有嘅以為講，以為讀過多些，做過多研究過多些，迄種都有過好啊吼。以為鼓勵帶學生嘅，再帶學生嘅，所以一個其實俺做啲高階啲啊，其實俺分享一個。有一個生意咧，吼，相同，以韓式吼結社結中，成績全班最後第2名。啊，係哦，唔可能伊都高中啲吼，伊讀大啲嘛，嚟講出來就俺就南部來講，中山工商算私立學校公學嘅咩吼，對嚟講，伊馬上同伊讀啲過冇3年生啲樣開始啲，慢慢上去讀書，伊啲啊讀3年生啲啊，跟爸爸講，伊要出去，又想要出去遊學。伊真是一個人咁走去紐西蘭頒獎宴，頒獎宴後回來的啊，整個的思維都不一樣。伊講看到人家開放的那種教育，看到你的視野，伊講伊今日想要出國，所以到大學底下就慢慢的去讀英文，去做乜嘅，所以伊目標就講伊想去出國安尼。所以開始咧讀書沒講過好，人講嘅吼，係唐人咧高中啊講一句話，同學。你很有資質，只是你比較愛玩而已。就安尼。所以嗰種人講吼，所以從俺哋頭先俺哋教育來講，俺哋設立嘅獎學金，俺哋唔會以為講各位讀書國英數歸強，其實俺希望講哦，以書法歸好，以作文歸好，以技術歸好，以打球歸好。其實對於嚟講，也是嘢開始啲啊，伊講人講嘅，俺哋咧立基點冇相同，喺度呢對於講，韓式種還有像伊嘅興趣啊吼。就不要剝奪他，比如安尼興味行，每個每個人都講前3名，迄陣都唔家中比得太嚴啊吼，嗰度講啦，嗰度結中結少都第1名，唔多高中啲有第1名，去大學啲人咧太第1名係幾年嚟啊？冇可能喺第1名就跳到自殺嘛。所以我感覺壓力過大，所以我哋為佢，我哋比如嗰度冇相同嘅，所以啲生意咧，我哋講一個最好例子講，韓式佢好高，伊講伊佢好打籃球。可是伊也唔想去讀書，全班第2名咧。後尾伊出去研究讀一個管理商業碩士，伊9年咧過來，伊家講一句話，伊要過來睇下過來個民宿，同咱的觀光業也改變啊做了幾好。所以有一個生意有一個想法。真是按你都本給人出去嘅吼，看到莫強嘅師傅，然後打開給人嘅思想，吼，本給人有更加好嘅發展。按你對這個秘書長這個來講，係唔係也個計劃也係自家一個教育嘅精神喺地步嘅實踐。因為我來講，我韓式吼，就差不多4、5歲我出去攞杯比，就應該人工半工半讀。所以我感覺一個情形，我哋希望講，我哋出來3、40年裡邊吼，迄段底下過做是有一個人講嘅隱形貴人咁樣天數啊吼，也許我哋行嘅路可能會冇相同，所以一個同理心之下，我哋想講。俺哋該本一個基本生意呢，也生意呢，是不是對一個東西以為充滿了一個希望？所以俺哋感覺，俺哋一個就必須做為行下來，必看不同的世界。我相信生意呢，就從一個生意同學用的，伊研究讀書，伊講伊了解要做伊特結研究。伊安權的歐洲過權的咩？伊看下之後，伊熟悉一個東西之後，伊鼓勵家鄉底下，你看一個人出去底下，伊做啲熟悉很多冇相同的地方啊，係感覺生意呢就有幾好嘅想法嘛，你啊。按有個計劃
一年係兩個名額嘛，攏固定的。啊，嗰種講頭到前面，比如講有講都緊差唔多9個，係咪啊？係就9個生日呢？9個，按你算風來係咪有一年搶1年生搶？差唔多啊，因為有啲唔係講幾好嘅，人就冇必通過啊。最多2個人就規定一年一屆到2個咩？哦，所以人最少一屆，嗰好嘅人有2個，所以人咪有淘汰機制，因為人哋一個錢幾少，唔會講。哦，人哋希望嘅出去嘅，唔係講人哋出去了嘅，將嗰度結假，有啲幾好讀書啊，碩士博士幾好讀過嚟啊。可是人哋對新人嚟講，要讀到要上到嘅地方，所以人哋要目前人哋評審有一個呢世界100大樣做得啦。故所講前面咧，人哋講嘅是無計劃去幫助嘅範圍國大，係希望幫助國大嘅人。但係有個海外批的咧計劃都冇相同嘅，叫做精英計劃，一定要有具體嘅目標，而且一定要有個人哋講國塔配式嘅，有水準咧，咁有法度好講，幫有個資源去幫助完成有個夢想。有嘛出一下出嘅計劃書呢？啊，還有計劃書有人哋一信啊，人哋所以。如果2個人推薦哦，人2個教授嘅推薦一樣做得咯，人哋所以人哋幾嚴謹的去做一個事情咯。所以10萬元唔係講幾件難拿呢。既然補助下來吼，既然會有一個古來會考核嘛，講有個有得的人哋會這樣子有一些考核，還是說應該唔會，因為人感覺人哋就幫助一樣嘅，就等於講有得到一個機會，人甚至講。一個小小的獎勵而已啦。所以是希望講，迄種有想到講家鄉一個，生意嘛佢會想，一種東西會出去啊吼。而鼓勵其實人哋該講啲啊，也會想到鼓勵講，還會照顧。比如講好，唔做教授，比如講，主持人哪一個計劃出去，唔鼓勵台灣做教授啲啊，唔想到講客家人嘅生意嚟請啲啊，唔會對過好嘛。一體會啊，係啊，人情土情嘛，錯冇。不過種藝術家嘅想法，其實冇考核法，也許人有辦過嗰種嘅人哋講分享會，佢假使講特殊喺度鼓勵佢，其實可以將佢嘅經驗分享俾一啲後輩可能太準太好嘅學弟學妹啦，將佢嘅經驗同一個做一個分享，會有一個機會冇？有，像同學我已經安排好嘅，就是講以舊年嘅鼓勵啲啊，如果鼓勵結總幹生意嚟講。因為伊係最好的例子，因為講嗰度將日記嘅頭前期嘅演結啊、特結特殊嘅嚇，大部分台畢業嘅，啊伊日嘅生意呢，伊個特殊，伊結中高中，唔係講幾好，啊伊連太好都實力太好，唔係講幾好太好，真實伊係做得起安尼演結特幾好嘅研究所啊嚇，伊嘟嘟啲啊，伊去遊學啲嚇，日嘅生意有上到伊自家上人嘅，所以有還有意大利有遊學，太好啲啊有意大利。他就是拉法利的那茶的對哈，他會想到說他去做這樣的行銷啊，所以一個生意個特別就講都太學生啲，都是講啦，我教育沒上嘅，我希望我生意後結中高中哈，適性的發展，唔係像國英數，到結高三一個關卡去考啲哈，一天呢最重要英文的。固定好安尼吼，所以我哋有一個講法啦，費事啦，用洗學利用嘅吼，太學啲條吼，唔係講實力咧，唔係講幾好嘅學校，唔過認真是太學生就去讀個好嘅學校，啊唔這樣的話唔以前就都過錢，啊我雖然是希望講限制唔可以講將會讀書，這樣就不大好。我係是希望講有一個教育嘅方面嚟講，本身你上起來，搞不好有些人係唔想去讀書啊，吼，唔可以畢業嘅話對嚟講吼，未必係談到結中高中吼，有些人你自殺咧吼，係感覺壓力過大。我哋教育方面其實我哋本身人而過大嘅，所以我們唔好介意講嗰度我哋家中一個比較不好的一個蠻觀念樣啦。我哋結中畢業，我唔好做乜嘅事情，我好好加讀書用嘅，變得講家中嘅壓力本身嘅，一邊一個我生意讀個碩士博士，人講有一個炫耀的感覺，可是我感覺生意呢會壓力過大。係啊，也都普遍來講吼，喺唔係像台灣亞洲嘅社會來講，都有一個現象啦。我說也希望講人哋呢家中啦，其實可以。看到一個例子之後，其實如果係想想啊，其實馬家係對人哋生年咧，國好嘅教育，其實幫佢哋自由，有啲完整嘅童年，完整嘅教育。有時咪佢想愛拖嘅時間，快些我
動機啊，動嚇，唔錯。你聽呢？因為伊成熟的啊，伊做得上個做嘛個，雖然講你咧攝影啊，我講讀書的，好講啊個廚師嘛個，全部嘛幾好啊，也個就比伊來講，伊會上個伊行業個頭銜啊，你啊。唔錯。所以講出國啲嚇，我阿基師啊、萬人咧，全部嘅技術，我講吳寶春咧都有冇，伊嘛好啲未講佢過，伊個技術要做到幾好，伊個讀書啲，伊所以你看啊，吳寶春買伊新加坡讀書啊。係啊，也個沙飛都係需要按照無共樣嘅人才嘛。觀眾朋友，談到鴉片係唔係有無相同嘅想法呢？等下休息下試杯茶，然後還有更多精彩故事哦。前面有講到，秘書長佢哋為咗探索佢哋美濃嘅後生子弟，佢哋上嘅軌道中嘅辦法，但係佢個人到美濃後一段時間地步，佢看到軌道嘅問題，係咩咪咧都有發出可以解決，也係講佢對美濃未來嘅教育有樣板嘅想法咧，讓人繼續來請教一下秘書長吧。秘書長，前面時間其實有講到失敗，講到你自家對教育嘅一個算理念嘛，吼，你自家講嘅對後生朋友來講，希望佢哋可以自由去發展，到各小各種到各種自由的去探索自家嘅興趣，吼，愛讀書讀書，愛教教。但係一種嘅教育嘅理念，吼，對你來講係你自家嘅衝擊，還係講你看到美濃，吼，鼓勵到更加吼，聽說地方上做很多嘅事情之後，你看到美濃嘅教育，你還有樣板嘅想法，也係講規劃咧，包括講有可能做語言嘅部分啊，體育嘅部分啊，甚至於講更加最流行嘅，還有科技各種等等嘅部分，有樣板嘅想法咧。接主持人頭都唔問題啦。以前我哋咩老人家沒有講一句話嘛，大家都識得下。打球嘅嘛，吼。啊，唔想看啦咯，我哋也記從也專業地位來講吼，嗰度打棒球嘅事情就啲嘛吼。從我哋美濃我哋發展差唔多15年前，啲人就比少棒比賽嘅呢一個初把少棒比賽嘅呢個情形。我哋生意裏邊，見我哋目前來講，也10多年過後，我哋有40歲人嚟去我哋。台灣的職棒有行呢批職棒地步有40歲回，雖然講有些人對來講，伊開始啲啊唔係講各位讀書咁樣嘅，伊對啊棒球有興趣。啊，我哋對教育來講，我哋對美濃來講，我哋個上去講扎根，睇見我哋些人嚟打球啲全部講客話，研究講客話係咪啊？聽嘢用些人甲教育講，抗日冇下係做唔到打球嘅。啊，嚴格啊！係啊，啊個意思講也係就從教育的方向。所以一個教育人呢，聽日多語言的問題，將我哋也經驗人學會慢慢認真去推入嚟咩，所以呢就唔掉錯啲啊，就麻煩。所以我哋棒球裏邊會講語言，啊另外我哋用一種語言嘅變得過好，又跟國際化。所以我哋6年前有推一個雙語說故事比賽，一般講英文，一般講客話。所以呢就會想誒，我哋有競爭，唔點話講一個5分鐘、6分鐘嘅故事，提名係俾1萬元。哇！你看那生意為忙，開始啲人講12%、15%生意講客話，你看那生意呢，又要講英文，又要講客話啲下，又有錢幣，當然會上得好啊。唔過你看哦，將前面人哋一嚟講吼，將唔能講愛栽培嘅係打棒球嘅選手吼，健力運動嘅CNP吼，雙方來係貴有嘅價值嘛，但係唔能栽培嘅一個成本咯，唔能按到樣板去栽培佢，啊有個經費。用辦去簽到呢？像種我哋相信即係捐錢的呀。當時我哋成立啲啊，我哋希望個頭都有嗰度講閱讀咩嗬，閱讀佢哋，所以呢就嗰年個好打球咩，哦，樂棒球我就係徐成明梁生就組一個棒球隊，啊棒球隊就冇錢嘛，我哋協會人將我就啲啊給1萬元，一個人給1萬、2萬、3萬，給佢哋又本相親，我相親就目前冇500萬。就開始慢慢的栽培一個打棒球嘅，一個事情。所以我哋到教育裏邊來講，我哋唔係全的為了講而個規劃讀書啊做乜嘅呢？其實我嗰度我又會寫書法，又會畫圖嘅。哦，一個對我哋來講，我哋會有各行各業本身嚟去參加一個比賽，本一個競爭之後也會進步啦。啊，除了吼打棒球一件事情，像頭先講嘅語言嘅部分，有啲經費也係向前大家去揀出來去補助嘅嘛。我喺個體啲啊，談到嗰度人工，我哋
小學總結總準12%到15%要講學化的項嘅，談到強度。所以我有講一個特別的一個詳情，吳超比董事長講，董事長本來20萬我來辦一個雙語說故事的比賽，所以6年前開始，呢比賽下來嚇，今每擺有300-400個生意來參加。哇！要有啊你哦，會講故事又講英文哦。所以人講像我哋國中結中嘅吼，講英文啲啊，我哋樣呀，唔講迄個啲，唔咩像我哋講迄個，我哋問哦，我哋裁判嚟問伊哦，講伊底部內容嘛嘅，譬如講棒球，我哋講問棒球嘅事情，要用棒球用英文同客話跟人回答翻嚟，就用對話嘅方式。哦，唔係像講樣配下來錯。小學我冇問啦，像結中去問。所以我經驗，人哋會改嘅3V公開組，就高中到大學生啦咧。哎呦，哇，唐風嚟幾讚呢！啊，嗰時候講，其實我唐一兩個呢個之後，我發現到一件事情，就係講，誒唔係人哋面嘅一條向前，特別咧吼，愛栽培肢體，就失敗像我哋之前客家老話講嘅，買田買地栽培肢體嘛，吼，今日推特別有一個愛心，愛栽培人哋好心面嘅好生朋友。所以就講民農來講哦，雖然咁樣咧裝備有個幾好好處，對教育方面真是大家個熱心。我相信一個熱心，從我來講，係做一個執行者來講哦，熱心本身嘅地點嚟講，我相信20年還有30年後，人講一棒接一棒，也研究會接棒來做樣嘅事情嚟。所以我希望我有個教育慢慢下來咧，對生意嚟講，其實有個幾好嘅人講。大手牽小手嘅一個計劃用嘅啦。按你看得出來，其實前面哦，秘書總監同我們分享嘅一條故事底背，就有看到一個觀念同一個精神喺底背。哦，太書、看嘅細書，安尼真下最尾下還有一點嘅，這個也感觸會多嘅啦。如果用這個理念來講，教育絕對唔係像讀書，係咪？教育唔係讀書，佢做乜嘅東西都可以，最主要佢要有一個興趣，啊，提有一個專門嘅能力。我希望講係對參加一個活動啊，最重要嘅幾句講，唔好跟新人講咗，唔好好教讀書，乜嘅事情都唔會做。因為希望講新人啊，將做假事去啦，假事裡邊都唔會做新人咧，以後佢哋成功嘅幾率唔會高。嗰度家長會講唔好好教讀書，其他事情都唔是做。我講一個觀念已經改唔冇，係講我新人講乜嘅事情都要做，尤其而其他事情都要自己做好，養嚟讀書。啊，講我有新人要成功嘅幾率會高。喺無可能講，像講唔要讀書啊，還是感覺讀書會變那個書呆子用嘅。誒，有失敗挺硬嘅。而家嘅沙飛有個時代唔係將條牌好，就是像讀書都可以去做反轉，也係講係有能力嘅。而家嘅沙飛需要係多元嘅能力，包括思考啦、語言啦，吼，包括身體運動嘅能力也係呢。冇錯。這個幾多進來民農服務吼，有個土地開始都更加除了。個嘅一道按到一個事情推動按到嘅計劃，還有發現到那度嘅這個關注嘅問題，也係講民農業產業都更加有樣板嘅變化，睇這個目前地會看到嘅。我估計民農20年做一個教育方面啦，咁我嘅貴人個貴行為哈，就22年以前談過民農濕毒嘅嚴重哈，我也經驗談到哈，見慢慢的冇嘅，好少嘅。剛過大，以前人個濕毒啲人目前啲位，哦連咧中埔嘅人講嘅不鏽鋼又個拆開嚟賣，哦連天門又拆去賣，又個人投錢啊咧。今日目前來講過少嘅，我感覺一個就講新人嘅地位吼，希望我哋太人不一個機會比嘅，相信也會比我哋嗰有成就啦。嗰個講人哋睇書已經見後輩按道寫書方來，更加都講希望一條嘅寫書後輩後生人可以繼續嚟聽書，延續人哋理念，錯嘛？錯啊錯啊！啊，你這個對一個未來誒方針來講，還有樣板嘅期待啦，也係講有某個更加行嘅規，已經喺規劃第四行嘅有冇？係有，我記得最近目前最希望就話，我民農所以我哋扎根咩啊？所以我哋民農係點講嘅？將係有去年開始農做一個美農影展有冇？美農影展就希望透過新人咧，不管讀書啦、食衣住行。咁看到嘛嘅，比如講像講影展地邊個阿媽跳絲啊，或阿媽用嘅，吼，啲東西留下嚟家鄉味，留下嚟啲啊，係感覺對我哋民農會有一個幾好嘅東西存咧，我哋咧所謂語言文化資本嘅留存下來安尼。所以我目前是希望講係想行，
還有3年4年後，我哋想要變那種美容影展變那格技賽。哦，我經營做得嚟撲安尼啊。秘書長，你那個野心過大呢？啊，不過真是當行神奇哦。對地方開始，然後最行出去國際海外，對你的計劃地方都看得出來。對個閱讀種子的部分，還有上海開始先讀書，再來寫作文，再來載品做出去，其實一系列呢。其實我還有一個活動叫做行動方案，我已經有全國的比賽，我哋托協有派一個講。年輕人的對人家用有乜個新行動，比如講女僕有乜個要改變的，從子有乜個改變的，美容有乜改變，能用社會各種的成員去，所以我已經有辦一個全國的行動的一個比賽，行動方案的比賽，所以能解決人家用的事情嘛做得，所以我要行從美容的一個例子行出去安尼啊，所以行動方案就從全國性的從美容影展嘛上全國性的，所以我哋目標是希望講美容業個地方做起來。我邊看到安人來競爭，俺的生意會成長，俺的太人就會看得到俺生意的冇相同的地方。觀眾朋友，剛才秘書長分享的消息真是蠻好呢。他個談到的係唔係想同各位聽眾，就會馬上辦啲美容業嘅呢？你看今年對教育安用心哦，其實大家唔單止係美容，其實俺哋6隊俺哋台北全部的地方都可以從佢哋共用，只要有心，好好的栽培俺哋自家後輩後生朋友，俺哋的後生人，其實啦，佢哋都係俺哋最堅強的後盾哦。好，再一次感謝俺哋秘書長帶來安精彩的故事，多謝哦。多謝主持人，分享大家來美容了。好喲，談到一片，大家有幾位學員們呢？可以聽到俺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節目嘅鄉親好朋友，記得點讚訂閱客家電視台頻道，順勢聽數分享出去哦。